江小年，刚才去哪儿了？顾总，这个方案比较着急，我建议你边看我就边修改了，这样效率会高点儿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看完了，自己修改就可以了。顾总，我有个疑问想问你。什么？你该不会刚才一直在房间里做方案，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自己吧？怎么了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就没看见过你放松下来的样子，好像随时都要准备去战斗一样。顾总，你已经非常优秀了，是行业里顶尖的设计师，一定要做第一吗？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比过，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计划而已。除了拿到金案奖，还有什么计划吗？故作神秘。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你最近变化好大，变得比以前活跃了，爱笑了。是因为江小宁吗？也许吧。看见他，我就会想起自己刚进公司的样子，年龄差不多大，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，但每天风风火火地跑来跑去，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每天追着你问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也搞砸过很多事情。可是，好像我没能给你带来那么多笑容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一个悲观的人，凡事呢都会做一个最坏的打算。但江小宁恰恰跟我相反，我能在她身上感觉到一种非常强大的乐观。无论多坏的事情啊，她都可以负负得正。比如像我做事情喜欢直奔主题，她做事情呢就喜欢享受过程。我的生活就喜欢按照我的计划一步步的实施，但她呢，就像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闹钟，而且她把身边人带的都非常的积极。可以说她的每一个方面都跟我是相反的，挺有意思的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哪种喜欢啊？爱情。我应该不会喜欢任何一个人了。好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回去看看方案。江小年，刚才去哪儿了？刚才跟一个认识的姐姐去泡了温泉，然后月亮出来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老板，曼玲姐，有事儿随时叫我。